你火了，我火了？你今天还没看微博吧？虽然角度差了点，灯光有点差，但鉴于男主角是我，这张照片我给90分。哎呦，你还谦虚了10分呢。这个女的是减分项，不知道到底谁拍的？唉。喂，子刚。顾西西，你找个时间来我家一趟吧，把你放在我这的东西都收拾走。不是子刚，喂。怎么了？小刚好像是要跟我分手。他为什么要跟你分手？不会是因为看到热搜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一趟，我想跟他说清楚这个事。我们一会儿吃完就去啊。来，啊，你多吃一点，这段时间你都瘦了。他还不是都怪你不陪我。好好好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啊。赵泽刚。我说你怎么突然跟西西提分手？原来早就找好下家了是吧？子刚，这个女生是谁啊？朋友。朋友？朋友需要你亲手喂她吃饭吗？顾西西，现在跟我问问你，那个网上的热搜是怎么回事？还有那些照片。我本来是要过来跟你解释，但现在看来好像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我早就知道你是个拜金的人。你宁愿相信微博上面的八卦留言，你也不相信我说的话是吗？我们分手吧。听到了吗？我提的。臭渣男。小雅，我们走。别生气了，晚上我们去 Soke 酒吧，不醉不归。诞生快乐！诞生快乐！就这种渣男，不甩留着他干什么呀？就得给他甩掉，说不定他在外面都已经不知道跟那个女的在一起多久了。对啊。那你之后打算怎么办？我要拥抱新生活啦！我饿了，小雅。我想吃烤鸡翅。变态辣！变态辣！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去买，你等我。好。哪边走？你这边是吗？你慢点啊。小雅，我买回来了，吃，变态辣的，特别好吃。小雅，我就说是你嘛，我刚才把你看成尹思成了，那个冤头就是尹思成，就是尹思成那个混蛋，那个冷血无情、没有人性的东西，他毁了我的人生，他毁了我的爱情，我的一切都被他毁了，所以我要找到根源，我要消灭他，我要干掉。你要消灭尹思成？对，我要干掉尹思成，我要把它变成烤鸡翅，然后把它大小8块，把它串，把它。送我回家吧，我累了。飞扬，鸡翅。什么？我的鸡翅。你说什么？
尹思辰，我记得在酒会上面我们说过各取所需，但其实 Alex 在酒会上面已经答应过我给我一件婚纱了，但是因为 Marry Me 你的婚纱3个月后将会在我的商场里销售，到时候你可以自己去买。不行，因为这件婚纱对我有急用，所以我现在就需要你。这件婚纱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？我想这件事情好像跟你无关吧？怎么，着急结婚？不对，你不是才刚刚分手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刚分手了？这3个月是我们的宣传期，全世界除了我们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买到 Marry Me， 除非什么？除非我突然结婚，我倒是可以考虑替我太太准备一件。当然，我结婚的话，对象也不会是你。尹思辰，你现在已经严重的打扰了我的人生。那只能说明你的人生太脆弱了。那是因为有你这种自私鬼、自大狂，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行为给别人造成了多大的困扰和伤害。婚纱的事情我可以再想办法，但是你必须跟媒体发声明解释这个误会，证明我俩没有任何关系，并且把照片都删掉。我怎么解释？说你和我一起欺骗了 Alex， 那我的损失怎么办？你来赔付吗？尹思辰，你简直就是个自大无情、毫无同理心的恶魔。顾小姐骂完解气了就可以走了。等等，尹思辰，当时就应该这么拍，好歹也算是一个99分的作品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喝水不行啊！这个水我刚才喝过了。臭流氓！我臭流氓？你自己昨天晚上做了什么？你忘了？我昨天晚上干嘛了吗？当然了，送顾小姐离开。